啊，咱翻头来看早起的国庆表演，阁有一个焦点，就是台南西港三个阵头的演出。过去这舞阵伫咧传统上，拢是家己表演家己的，啊，即届伫咧国庆大典是破例第一届联合来演出。这个金狮阵甲白河阵结合，200外个舞阵的成员，伫咧总统府前来呈现着民俗阵法。其中上届声人的目的，就是白河阵当中高龄100岁教练何国昭，而表演的尾声。拆腿收场送祝福给国家，是互现场的观众看甲一直拍扑啊！拍热浪口真热烈，拍头阵的小西段徛点伫咧大人的金架头入场，由台南西港乡包含兴安宫、公主宫和保安宫三阵头，拖来金狮阵和白河阵的表演。2派成员内底上声人注意的，除了一位8岁罗国区以外，应该就是这位100岁何国昭教练。他在线高超功夫，真是老当益壮啊！100岁啊咧，确实是真勇敢。捌摕到新团长的老师傅带子弟兵徛伫咧总统府头前，展厉害功夫。不定伫咧传统拢是家己表演，即摆为着国庆大典，头一摆联合演出，除了精彩双人对拍，武器的表演嘛真血拍。系4笑8斤重的当军啊，展高超技术，啊，除了男性，女将演出嘛真精彩。日头和美丽透蓝，呼应主题全面国防。啊，节目到尾声，舞阵耍位变换队形，传统阵法更良全新看现现，为了摆出111的字，祝福国庆快乐。啊，表演的尾声，这个画面嘛，互全部的人拢拍扑啊赞声。何国昭教练下腿下礼结束这场表演，嘛世界影到台湾传统艺术和文化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